传说当中的老蜈蚣蛋子，现在下半日你是冲热得不得了，一些么冷得嘞，一些么热得嘞，一些么哒哒子，一些么白鸡汤汤子。我看看还没南京老海。是变成中国人了，哎，那个么上海人民广场地铁1号线，丘比特、维纳斯、自由女神。我到家楼道有蒙娜丽莎家。啊！哦，来个大，因为你被人家推脱，失而复得，特别珍贵。其实嘛，到旁边的话侪差不多。别个来啊来着，人家加进去，我也加进去，胜利在望了。我背的谁是蒙娜丽莎？还是我这，哎呦，哎呦，老是这样这个车子吗？啊来！哦哟，打出去！哎呦，出来人家毛毛看袋袋里，哦哟，飞起来，冲进去了，记得发吃呀！蒙娜丽莎看海，老蜈蚣带刺一什么感觉？感觉下次再也不来了。我觉得带来不是看猫猫故事，来看人的，不是来闻艺术的氛围，是来闻鸟大气。